台湾手标天坛配合台南建成400栋，提前来做暖身，首次发起主办运动活动，并甲台南市民政局合作，原本规划路跑，但因为烦恼影响到交通，特别将活动改为古迹顺利进行。路程总共4.2公里，只要伫3点钟内行完4.2公里，20处固定古迹甲市定古迹，就会当得到精美的纪念奖品。大家拢知影，台南是古都，古都咧当然是有古迹，古迹大部分集中以迄个即届要巡礼这路线，拢总有4.2公里吼，拢有20几个固定和市定的古迹。这个4.2公里这个范围内底，要用一早啊时间吼，要3点钟的时间。要落去踅一年。我们台湾总庙天坛为了庆祝那明年的5城400建成的纪念，那在今年的就11月5号特别举办了5城践行活动，主要是针对中西区的就那个名胜古迹啊。报名参加者除了有专属纪念衫，还有健行护照。参加者伫每处古迹完成结奖。就当有专属打造纪念奖牌、甲纪念面镜，当作完成礼。府城历史践行会为台湾手标天坛出发，途经北极殿、南区气象中心、台南学童厅舍、台湾文学馆、台南市美术馆馆、龙田水利署等20处历史古迹。另外，主办单位嘛有准备传统卤面、水白包啊，提供予参加者补充营养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